这个反自然现象能看懂的都是高手，这是一个连科学都无法解释的反自然现象。你会发现这里中间缺一个鸡蛋，就是中间少了一个鸡蛋。那么把右边这个鸡蛋放到中间，然后把右下角的鸡蛋移到左边来，把右上角的鸡蛋移到左边来，然后就这样一个一个的往前移。你看这个时候你会发现鸡蛋竟然一个也没少啊！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是什么原理呢？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无中生有吗？我们再来看一遍，把这一个鸡蛋摆在中间，把下面这个鸡蛋移到上面来，然后把上面这个鸡蛋移到这个位置，这样来回的往上移。你看这一个移到中间，这一个正好补在空缺这里，本来是少一个鸡蛋，但是往上面移一个格以后，会发现一个都没少。